最近咧，好多人講配得感呢幾個字啊，意思即係話咧，你內心深處覺唔覺得咧自己配得到一啲好嘅人啦，或者好嘅事啊？嗱，好多人咧以為自己都冇呢個問題嘅，但係其實咧，以下日常生活嘅3個舉動，如果你中咗一樣嘅話咧，可能咧都會提醒下自己係唔係喺配得感方面咧，你係着咗紅燈嘅喎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心理學家吳子嫣 Natalie。嗱，講到配得感咧，一齊睇下咧，以下呢3個問題，你會唔會咧其中一項咧都係經常出現嘅？第一就係當人哋讚你嘅時候咧，你首先會覺得尷尬啦，然後就瘋狂否認。第二咧就係食飯嘅時候，通常將最好嘅嘢留咗俾人啦，自己咧就會食啲配菜啊，或者食啲剩翻嘅餸啊咁樣樣。第三咧就係收到一啲貴重禮物嘅時候，比起開心咧，你內心咧更加係有啲焦慮同埋壓力感嘅。嗱，以上嘅3個問題，你中咗幾多個呢？嗱，呢啲咧睇落去好似一啲好體貼啦，一啲好客氣嘅行為啦，其實咧可能都反映出咧你有一種嘅低嘅配得感嘅。而呢種咧覺得自己唔配嘅習慣，往往咧都係嚟自於小時候原生家庭對你嘅一啲條件式嘅愛護。可能以往咧你只要考到第1名先至會有獎勵啦，又或者咧阿爸阿媽成日都喺你面前呻窮啦，令你覺得咧自己享受少少咧，其實就好似一種自私咁樣樣。久而久之咧，你大腦就會有一個信念啊，要自己咧好努力、好有用，又或者咧好委屈自己，先至會配得到一啲好嘢。咁所以自必然大個咗，你內化呢種習慣之後咧，當你好容易或者好順利去得到一啲好嘢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覺得自己唔配啦。鏡頭前面嘅大家咧，可以喺今時今日提醒自己，你已經長大啦，你唔再需要用委屈自己咧去換取安全感。今日開始咧，試下以下落嚟嘅2個方法咧，去提醒自己嘅配得感啊。第一，同人食飯嘅時候咧，可以大方咁將最靚嗰件肉夾俾自己。第二咧，就係當人哋讚你嘅時候，你與其咧嗱臨否認，試下咧，不如大大方方咁同對方講一聲多謝你嘅讚賞，我覺得咧今日自己都幾好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短片，請你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，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